家人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回来晚了，来不及换衣服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《Fly Me to the Moon》呀，飞向月球，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蓝调风格的一个百老汇的那种感觉的一个音乐，降 B 本调，收录在我的12首精品的伴奏曲谱当中，动态谱当中，用的是咱们的国产的森恩牌的裸铜侧中挑战者进口铜材。喜欢的话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《Fly Me to the Moon》送给大家。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